来每年的1月13就要来选总统，受刑人会当投票无？台北家乐一个受刑人4年前就甲户籍迁入去家乐，伊向法院来申请着加处分，希望会当来投票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为，虽然受刑人未当外出，但是也是有投票权，应该伫台北家乐来设这个投票所。但是桃园市选委会不服，提出着控告。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嘛表示讲，伫家乐来设投票所是特赦，法律无这项的规定。即卖就要等行政法院来做出着最后的决定。摕投票单行入投票所等囡仔，人人拢希望讲会使亲亲投下新成的一票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准，台北家乐真有可能变成头一个设投票所和受刑人投票的所在。现在还没有整个案件的确定，我们会等到确定以后矫正署跟所有的监所才会做进一步的处理。要伫家乐来设投票所，唔是无可能。这个案件是来自2024年总统大选要到啊。台北家乐一个受刑人告讲争取投票权，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伫2019年将伊户口迁到台北家乐，伊主张会当投票，也毋过被拒绝。事后提出申请定暂时状态加处分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表示讲，受刑人依然有投票权，出国投票申请有要件限制，同时嘛考虑到出国投票人员会走去。桃园市选委会也提出控告。你这样子做的话，就是所谓的特色投开票所，但是特色投开票所，我们的法律没有，不是我们中选会不去做，而是没有法律的根据。选票也没有少掉你这一张啊，所以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只是因为事实上的一个限制，你没有办法来。伫家乐要设投开票所，唔但都要考虑受刑人敢会当秘密投票等等权利，嘛要考虑一般民众敢有这个权入去投票。设立内底是外口嘛是一个问题。有关相关的一个选务设置，本监这个并无权来做这一些决定我们只能按照规定来办理，配合办理。矫正署嘛回应讲，将等法院最后的裁判结果才处理。同时，选委会已经提出控告，敢会成为家乐设投开票所的头一个案例，还要等行政法院做出决定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